主后2026年2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上帝的神圣子民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26章第19、1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6章。恁承接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来徛起的时，着对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将所收成逐项起头式的土产，摕一寡下伫篮仔去上主恁的上帝竞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。恁着去见值班的祭司，甲伊讲：我今仔日对上主我的上帝宣认，我已经来到上主对阮的列祖立誓赏赐阮的地。祭司就将你的篮仔接去，下伫上主你的上帝的祭坛前。你着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告别讲：我的祖先是一个四过流浪的亚兰人，落去埃及，伫遐寄居，人也少少。后来伫遐成做一个大搁强、人也侪的民族。埃及人苦楚阮、欺压阮、强迫阮做苦工，阮就哀求上主阮列祖的上帝。上主听见阮的声，看见阮的困境、阮的劳苦、阮受的压迫。上主就伸出大开力的手，用大搁通惊的事甲神热奇事，带阮出埃及，搁带阮到即所在，将即个老恁甲密的地赏赐阮。呾上主，你赏赐互我即个地起头式的土产，我已经带来奉献互你。了后，你着将遐个祭物下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，伫遐敬拜伊。你甲利未人以及恁中间的外族人，着因为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甲你的家眷一切的福分来庆祝。特别到第3年，就是奉献1/10的年，着将一切土产的1/10分互利未人、外族人甲孤儿寡妇，互因伫你的城镇通得到饱足。安尼，你通对上主你的上帝讲：我已经照你所命令我一切的诫命，对我的家将奉献的物摕出，互利未人、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你的诫命我无违背，嘛无袂记得。厝内有丧事的时，我无食奉献的物；礼仪上无清气的时，我无甲这个摕出去，嘛无将这个献互死人。我有遵守上主我的上帝所有命令我的话。求你对天顶你徛起的圣所压落看，赐福你的子民以色列，甲你赏赐阮的地，就是你对阮的列祖立誓所互阮即个老恁甲密的地。今仔日上主恁的上帝吩咐恁遵守这个规例甲命令，所以恁着尽心尽性切实遵行。今仔日恁已经宣认上主做恁的上帝，要行伊的道路，遵守伊的规例、诫命甲命令，搁要听趁伊的话。上主今仔日嘛照伊对恁的应允，承认伊做伊特别的子民，互恁守伊一切的诫命，搁要照伊的应允，互恁得到学乐、名声尊贵，
超过伊所创造的万族，互恁诚侪归属上主，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。做上帝的神圣子民。当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允之地以前，摩西对人民的教导，毋单单是回顾过去的名约，搁较是明确指出未来的生命方向，互恁诚侪归属上主，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。咱的存活是照上帝所应允的。伊信实守约，永袂改变。伊的话语有权柄，有能力，搁必然成就。上帝的信实是咱一切仰望的基础。照伊的应允，即句话是基督徒生命中上大的确据和气力的泉源。伊毋是一句空泛的口号。是建立伫上帝永恒信实的本质上，对创世之初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，搁再到圣神的浇灌，直到将来的荣耀再临，上帝始终照伊所应允的得做。咱的存活在伫上帝的拣选，伊甲咱对罪恶和黑暗中分别出来，归应伊，甲伊建立亲密关系，诚侪伊的子民。上帝接纳咱，诚做伊所疼的儿女，应允甲咱同行。安尼的应允，守护世间人因为罪甲上帝破碎的关系，互人重新甲伊亲密同行。我入捌一位姊妹，60外岁才信耶稣，进入教会。伊总是讲：我以前毋知影信耶稣遮尔好，以前我啥物拢惊，现在我知影啥物拢通祈祷，上帝就伫我的身躯边。以前我常常担心，毋知影安怎活落去，现在我拢想，我一定会好好活着。因为上帝帮助我，信耶稣哪会遮尔好，活踮光明中真好。上帝拣选是按伊的旨意和恩典，毋是按照咱的行为，目的是爱咱诚做圣洁、无瑕疵的神圣子民。神圣子民意味分别为圣，对世俗中被分别出来。归属上帝。以色列民族之所以圣洁，毋是因比其他民族搁较好，是因为上帝拣选因，搁要求因按照伊的圣洁标准生活。安尼的神圣呼召也临到咱，互咱甲上帝的圣洁有份。既然咱属伫圣洁的上帝，就必须追求分别为圣，远离罪恶和世界的污秽。因着耶稣基督诚做蒙伊保护救赎的子民，咱也被称作圣洁的国度、上帝的子民。今仔日安尼的应允甲拣选，拄激励咱无搁再属伫家己，也无搁再属伫世界。咱的性命是为上帝得活的性命，这是恩典，也是责任。咱的性命有责任回应这份呼召，积极甲圣神同工，活出甲这身份相符合的生活。咱知，咱的存在无搁再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，是为着荣耀迄位拣选咱的上帝。一生的祈祷就是上帝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实行伫地呢，亲像实行伫天呢。默想，信耶稣哪会遮尔好？我是毋是也会当亲像安尼，发自内心见证这份美好？
信耶稣哪会遮尔好？我是毋是也会当亲像安尼，发自内心见证即份美好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你的应允含竞选，互我的性命得你出黑暗入光明。求你互我专心注目伫你，使我智慧赢过世间游戏，使我勇气，互我伫困难中继续呼叫阿爸爸，奉主耶稣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